台顶学生咧唱歌，台下的老师认真咧伫写评语，也有个目睭闭好紧，你无看唔到，伊是艺人陈昭伟。在电视上面看到他这样子这么精彩的，不管是口条啊，或者是说表演啊，就觉得说哦，非常适合我们戏。因为我是你的各台语歌曲演唱，演出一个戏剧。主持功夫也真好，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调向聘请有师傅专业的老师，高唱高演各高主持的陈昭伟，当然是首要人选。像我们在户外演唱的时候呢，对同学来讲可以传授很多的实际面的一个教学，然后包含在主持也好，或是活动的企划也好，其实这些对于流行音乐学系的学生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的整合型的学习。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大家有个认知，就是流行乐团的演奏哈，它跟古典乐团比较起来，它一定的互动性一定要更高，否则你会无法凸显这个乐团在舞台上所存在的价值。为乐团歌曲风格建议，教团员主唱丽塔应该如何互动徛位，伫台顶讲评毋那非常专业，点出学生问题的时阵，阁袂互人感觉严肃，轻松的上课氛围，受到袂少学生的喜爱，互因学到袂少物件。我们觉得刚才上完老师的课之后，我们就是更知道怎么在舞台上面有展现我们的肢体。我觉得他说就比如说我 solo 的时候站位在交换的时候的问题吧，那个问题我可能平常都没有怎么注意到这样子我觉得他讲完确实有改善，让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弦乐也好，然后 keyboard， 然后vocal 或是这个打击乐的部分呢，都有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整合的学习那我很多次上课，他们都说老师你想唱什么歌曲，他们就可以马上帮你伴奏伴出来。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看好他们未来在业界服务的时候呢，可以获得很多音乐界前辈的青睐。陈昭伟对学生的表现非常娱乐，也看好这个系未来的发展。伊希望会当借着伊伫咧业界的专长，培育出相关领域的人才。校方表示，相信有陈昭伟的加入，会当为这个系带来更较侪无同的教学内容。台南新闻电台采访报道。